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许富凯时歌。我等这一刻等了7年。我从底下要走上来这一段路，我一直在回想，我小时候学唱歌，到现在发了片，拿着座奖，这个人生跑马灯突然在脑海里一直转。我要谢谢我爸爸妈妈，要是没他们的栽培，没他们的陪伴，就不会有现在站在金曲舞台的许富凯。然后我要谢谢永远的老板寇桑，你讲的话我拢有听，我有做认真的唱台语歌。然后谢谢时代创意的庄总、应总，然后谢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丁小文老师，谢谢你，没有你我不会有这张作品，不会在这边领奖。然后谢谢 K 哥、玉轩哥，谢谢白金录音室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经纪人啾，他非常的辛苦，要是他没有在旁边盯着我，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。我要很谢谢他。我是许富凯，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听台语歌，台语歌很美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得奖的是曹雅雯，组谢谢评审，谢谢大家。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妈，谢谢你们明白我的不退让，谢谢你们包容我一直在做音乐都没有办法回家，谢谢你们的包容，真的很感谢。谢谢远在大陆的三哥，我的制作人，谢谢你理解我的疯狂，然后一起关在录音室制作唱片的日子很开心，希望你也是这么觉得。我要谢谢很多我的企划团队左光平，我的优秀的音乐制作团队同事们、老师们，钟新明老师、小林老师、吕胜飞老师、武雄老师、阿 Gen 老师、Jerry C 老师，还有博弈、无敌、易安、崇哥，还有我的同事阿关、桂瑶，还有我辛苦的经纪人小军。在台上我们是好伙伴，在台下我永远是最爱你的姐姐。谢谢我的歌迷一直陪伴我，我会一直在这个路上努力，请你们跟紧，谢谢。